让一让。你怎么样？啊，快让我看一下。没事儿。都起包了还没事儿？那些撞了头没抢救过来人都说自己没事儿。啊，这疼吗？这么疼啊？那你头晕吗？看东西模糊吗？没有，不晕不糊。这是姐，这是姐。我又没傻。我现在提醒你啊，我是以医生的身份来问诊你，你的任何情况都会作为判断有没有发生脑功能障碍的依据。温医生，我真的没有脑震荡，这是1，这是2，我看得很清楚。现在我要回去休息了。保险起见，还是去医院照个 CT 吧，我不放心。我是医生，你现在得听我的。谢了，大晚上麻烦你了。没事儿，你病人没事吧？还好，但以防万一还得做个检查。是，谁那么不小心啊？你家人吗？都弄好了，我们走啊。你头真没事吧？啊，还疼吗？你告诉我。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大事。也挺巧的，你们怎么碰上了？我就住他家对面。你搬家了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不久，还得观察一下。那你怎么没叫我们去你家暖屋趴？人多多好玩。啊，再说吧。结果怎么样？你有什么特别想吃的吗？这么严重吗？后脑是颅骨和颈椎的连接处，在整个颅脑中来说，这里容积相对较小。如果受伤出血，容易压迫脑干。等，你能不能说人话？什么意思啊？意思是得观察1晚上，所以今晚你得睡我家。观察1晚不需要住院吗？为什么要睡你家？医院床位多紧张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如果睡我家的话，你要有什么不舒服，还能及时送医。我有什么不舒服，我会自己来医院的。睡你家就不用了。人一旦意识到有什么不对劲，就来不及了。我是专家，到时候我能给你急救，你能自己给自己急救吗？再说，或是让一让床，我要对你负责。甚至动不动就想要对你负责。要不然我让钟真来我家，她看着我也是一样的。也行。那你叫他的时候呢，让他把教科书和讲义带来，到时候我给他画一下重点，免得到时候手忙脚乱的还得翻书。医学书都比较厚，不太好找。我想了想，我还是不习惯在陌生人家里走来走去。那我去你家也行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不要在对方的面前走来走去。我不管，我要回家，你也不要跟过来，我会对自己负责任的。